新加坡若有地獄，地獄就在虎豹別墅。今日紅點熱點隨我行，帶大家去闖地獄。呢間就係世界唯一以殯葬與地獄陰曹為主題嘅博物館。今日我哋陽間人行陰間路，跟住你啦。哎呀，真係唔該晒啊！有勞你幫我開門。Tickets to hell。哦，原來落地獄都要俾錢㗎。唉，正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啊！如果冇錢啊，冇錢就淪為嗰隻推磨鬼啦。最後啊，以陽間20蚊買到一張入地府嘅通行證啦。入門首先見到嘅係呢位威風凜凜嘅大士爺。佢青面獠牙，睚眥怒目，一副面目猙獰嘅樣。佢喺陰間負責救濟孤魂夜鬼，兼夾維護陰間嘅秩序。佢仲會幫嗰啲孤魂夜鬼揾供養，攞功德回響㗎。哎喲，空無一人，陰風陣陣，令人膽怯兼毛骨悚然啊！唔使縮沙㗎，俗語都有話啦，鬼怕惡人，蛇怕棒。遇到鬼事啊，只要你惡過佢啊，佢就會怕你㗎啦。前邊睇到兩個祭壇啊，左手邊係一個墨西哥亡靈嘅祭祀台，右手邊係一個新加坡華人嘅中元節祭台。慶讚中元。哎呀，不錯嚟啦喂！大吉利是，大吉利是，擺副棺材喺度，咁核突嘅。正所謂棺材頭燒炮仗，嚇死人啊！嚇死人啊！骨灰缸，真係香煙到頭都係灰，人到盡頭骨一堆啊！你出去啦，等埋我啊，等埋我啊！哎呀，真係唔該晒啊，又有勞你幫我開門。呢處有個靈牌喎，裏面係個靈堂喎。孝思堂，紅紙。其實啊，祭之風不如養之薄啦。
呢啲防僧嘅三生五果、香燭、飯菜做得又幾的色，又幾乎可以以假亂真嘅喎。玉女印上玉樓台，金銅接往金世界。顯比燕玉將門紅史雲白，生於光緒戊戌年9月初9日吉時，卒於民國庚申年正月15日戌時。光緒戊戌年就係1898年，而民國庚申年就係1920年或者係1960年。照咁推算啊，侍者如果唔係22歲就係82歲，如果佢係22歲就真係天道紅顏啊！紅顏薄命，22歲啫，嘥晒啦！人生苦短啊！人生到底係乜嘢呢？人生呢就好比打電話，唔係佢先掛，就係我先掛，遲早都要掛。來時糊塗，去時忙，空渡人間夢一場。貪飯稀粥充一機，白玉黃金也枉然啊！天定人生是個零，過方過圓都不成，從零開始走向零，順其自然，心太平啊！居然有一座墳墓喎！咪就係嗰位將門紅史嘅墳墓嚟嘅。百年世事原如此，萬古人生總奈何啊！真係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無奈啊！從殯葬博物館出嚟，猶如脱苦海咧。苦海無涯，回頭是岸。我呢頭話脱離苦海，你又話苦海無涯，係都要同我唱反調嘅，切！我死得冇人揾返個身體大下巴一刀白美人捅咗一刀報仇！我要報仇！知你冇料，快啲走下！呢次真係棺材頭燒炮仗，嚇死人啊！好攰啊，唞返啖氣先。老夫仔啊！人無雙苦耳，苦有害人心啊！我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我驚魂未定，有邊個喺樹咁大聲嗌啊？係我喺樹嗌。未請教師傅是何法號啊？我今請佛威神，遍8000萬億世界，
分身度脱一切罪苦眾生。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地獄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。下一句係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，係咪呢？我知道啦，你係地藏菩薩。隔籬又係邊位啊？一見大吉。哦，我知道啦，你係令人聞風喪膽嘅陰間使者，負責捉拿亡魂兼及引導亡者進入冥界嘅白無常，姓謝名必救。乜唔見你個 partner 黑無常范無救嘅？佢攞 lift 到人間 holiday 啦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若然不報，時辰未到。揾嚟講呢，世上又邊有報應呢回事嘅呢？如果真係有報應呢回事啊，仲有人敢做壞事咩？哎呀，十殿閻羅，鬼門關。天堂有路你唔走，地獄無門你偏闖。牛將軍、馬將軍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唔貪地獄，誓不為木偶。闖幽刀，從呢處拉開序幕，跟住嚟啦！裏面灰蒙蒙啊，陰森森，黑咪蚊，令我心驚驚，心慌慌，心噏噏。唔怕，為人不做虧心事，夜半敲門也不驚啊！況且啊，人怕鬼3分，鬼怕人7分。嗱，你哋都唔好憑良膽怯啊吓！十殿閻王係冥界審判亡魂嘅審判官，佢哋根據亡魂生前嘅善惡行為嚟決定佢哋嘅去向，判決佢哋去投胎轉世，或者係留喺地獄受刑罰。每一殿嘅閻王掌管唔同嘅審判內容嘅喎。嗱，我哋嚟到第一殿，判官係秦廣王蔣雄。立德立功，雙腳平平登寶地，全人全善，一心淡淡對青天。第一殿對亡魂生前所做嘅行為進行判決，作惡者將會被拉到唔同嘅殿層接受審判同刑罰，而善良嘅好人唔係好鬼，就會被安排去投胎或前往極樂世界啦。你話信耶穌上天堂，唔信耶穌落地獄，或者係好人上天堂，惡人落地獄至啱呢吓？嗱，呢個業鏡台就好似係我哋陽間嘅錄像機，可以 replay， 就係重播亡魂生前嘅所作所為。第一殿有個望鄉台，係俾亡者最後一次回望家鄉嘅。閻羅王都幾富有人情味嘅喎。唔係，係鬼情味之真。我哋嚟到第二殿，判官係楚江王李交。人惡人怕，天不怕；人善人欺，天不欺。常善罰惡啊！楚江王審判在世上偶鬥傷人者，佢哋將會被推入火山，
俾熱滾奔流嘅岩漿吞沒。嗰啲在世貪贓枉法、賭博同埋偷呃拐騙者啊，將會被抌落冰石潮山嘅寒冰池，飽受冰冷之苦嘅。好痛啊！而嗰啲放蕩不羈、拐賣人口、行為不端者，將會被抌入血染池，飽受俾血淹沒之苦。唉，真係啊！天作孽猶可為，人作孽不可救啊！我哋嚟到第3殿，判官係宋帝王余化。點點鐘，是非有關，明明來，賞罰分明，陰陽有律。第3殿審理家庭暴力、虧待弱者同埋違背倫理道德嘅忤逆仔。忤逆仔將會被鬼卒捆綁，開堂剜心。而嗰啲販毒、吸毒、越獄、盜墓嘅惡鬼啊，將會被綁喺鐵煙銅山，花火燒至肢體焦爛啊！唉，正所謂啊，怒從心中起，惡從膽邊生啊！我哋嚟到第4殿，判官係五官王呂世明。讓世間紅，並在於古往今來，放過誰？放過誰來？放過誰來？第4殿審理嗰啲殺人、偷盜、濫殺無辜、奸淫鹹濕等烏哩單刀罪惡鬼啊，將會被推入石頭、踩壓，並用石尖將其肉體攪碎。哎呦！對於嗰啲無惡不作、濫殺無辜者，將受石磨剪壓，令其骨散肉脆，肢體難存啊！第4殿裏面啊，有一個枉死城，俾嗰啲冤死嘅鬼登城觀望，睇到害死自己嘅人得到報應之後，就放低心中嘅仇恨，然後再根據佢哋自身嘅善惡，得到償罰後，再去投胎轉世啦。唉，生前啊，做得嗰啲陰質事多，而今啊，蒼天呼地也徒然嘅啦。我哋嚟到第5殿，判官係閻羅王包拯。是是非非地，明明白白天，正直老師，正直老師正直老師。佢日斷人間，夜判陰間，鐵面無私啊！大犯生前謀財害命、放高利貸、背信棄義者，將會被抌入刀山，永不超生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永不好痛啊超生，或者會有人疑惑啦，人死已成鬼咯，無論你點樣去殺佢啊，佢仍然咪係隻鬼。但係根據道教經典《太平經》裏邊嘅記載呢，就係鬼都會死嘅噃。經常話啊，人死為鬼，鬼死為賤，賤死為希，希死為夷。啊，如果你想更深層去了解，請自己去讀《太平經》啦。我哋嚟到第6殿，判官係變成王不情。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為先。賞善善惡，將善善惡，將善善惡啊！凡生前心腸惡毒、施咒害人、陷害他人者，將會被具體分段，或者係被插上劍樹，飽受穿體破肢之苦。我哋嚟到第7殿，判官係泰山王董光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這事；欲知後世果，今生作這事。唯有善人，唯有善人，唯有善人，生前講大話、造謠生事、搬弄是非者，將會被割鼻根；而嗰啲地府惡霸、恃強凌弱、逼死人命者，將會被抌入滾熱辣嘅油鑊裏邊，永不超生。唉，唔係衰多口啊，就點會咁出醜呢？唉呀，所謂世界常在，小人常有啊！我哋嚟到第8殿，判官係都市王黃超。賞罰分明，陰陽有律，善惡報應，毫厘不差。好法不爽，毫發不爽。
大凡在世虧待毆打父母嘅忤逆仔啊，將會被開膛破肚，腸子被慢慢咁抽出，受盡折磨。正所謂百善就孝為先，萬惡就淫為首。哼，毆打父母就罪有應得嘅。我哋嚟到第9殿，判官係平等王陸行。哈哈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何謂無知？善報惡報遲報早報終須有報，奸惡難逃，奸惡難逃。嗰啲喺世上發動戰爭，將人活體解剖、殺人放火者，將會被鬼卒綁喺長木凳上邊，斬下頭同上肢，插上高光示眾，或者係被巨石壓身，最後骨折內裂氣絕。發動戰爭、活體解剖、殺人放火，咪係講緊嗰啲侵華倭鬼啊！第9層閻羅殿會係為嗰啲侵華倭鬼而設嘅呢？嗬？唔經唔覺，我哋已經嚟到最後一殿啦。第10殿閻羅輪轉王薛禮。陰陽生死地，人鬼來去間。善招惡墮，善招惡墮，各殿啊會將鬼魂解到第10殿嘅，而輪轉王薛禮就會決定亡魂嘅輪迴去向。有啲亡魂會判去投胎為人，有啲就會投胎為禽獸，譬如雞啊、狗啊、豬啊、牛啊、羊啊等等。嗰啲作惡多端、罪不可換嘅惡人，唔係係惡鬼，就會被打入無間地獄，永不超生啊！而嗰啲法往投生者呢，就會先解壓到孟婆亭，灌飲一碗孟婆湯，令投胎鬼呢遺忘前生嘅事。飲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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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飲啦。最後呢，佢哋就會俾趕入六道輪迴中。哎呀，終於逃出鬼門關啦！人生係條不歸路，分分秒秒停不住。唔啱，呢句用粵語嚟念呢，唔夠押韻啊，應該要用國語至得。人生是條不歸路，分分秒秒停不住，無論是蟲還是富，最終都走黃泉路。呢隻出得地獄可以講係起死回生啊！就希望睇過我呢套片嘅朋友能夠得到警惕，而從此棄惡從善。如果係咁啊，我就不枉地獄此行啦，功德無量啊，功德無量！再見，大家一路走好啊！哎呀，菜！錯字不當啦，應該係大家慢慢行啊，慢慢行啊。